传统艺术中心这几年真拍拼，伫咧推广儿童戏剧。今仔日启动2025儿童戏剧巡演，也要行入校园，打出好歌。今年拍算要伫咧173间国校啊，有17个剧团参与，互学生囡仔欣赏到这传统的戏剧。另外，也要伫咧7个县市推出到儿童歌戏，希望透过这个方式呢，来培养到囡仔观众，也鼓励剧团、剧本创作者未来会当搬愈侪戏，做互囡仔看。小姑娘做伙来做歌，我歹行拢故事改编《西游记》，和囡仔有深刻的互动。风神宝宝儿童剧团搬一出《风神宝宝之火焰山》，互囡仔哪看戏嘛，哪学台语。有的囡仔虽然听无台语，嘛看甲真深刻，嘛有介意何种设计爱看戏的。服装很酷，因为本身有看过，所以就很喜欢，然后互动也很多。布袋戏剧团雷音剧风，用台南淡昆新传说中青美良和青美柳出来佚佗耍做大水的故事，来提醒囡仔爱有防灾意识。另外，当地混歌戏团嘛做一出全新的戏《受邀日记》，要对主角受邀的过程，互囡仔学会晓甲家己的专长用来回报互社会。雷音剧风有3个重点吼，一个就是以台语为主。台湾的故事去发想，第3个就是阮会寄望讲用这个歌调。在咧成长的过程，咱要懂得去选择，不要害怕压力，而且要懂得去面对所有的挑战。那上重点是伫咧讲，囡仔会当欢喜做家己的代志，但是有当时啊，囡仔会较唔捌代志，需要听从咱这个时大人，伊来甲咱教育。为着要互传统戏剧文化定根，培养囡仔观众和看戏的兴趣。传统艺术中心办儿童戏剧巡演，今年拍算要伫173间国校表演。另外，中心嘛和台湾歌戏推广基金会合作推动儿童歌戏，拍算要去到7个县市巡演。除了孩子听得懂、看得了，我们也希望借这个戏呢，让了解家己的故乡，了解家己的传说，爱上家己的文化。歌戏上界重要。不只是培养演员啦，更加重要是培养基本观众。因为你若无观众，歌戏就袂存在啦。团结中心希望透过行入校园，打出好歌，这2项策略招囡仔做伙来看戏，希望鼓励剧团和剧本创作者未来当搬愈侪戏，做互囡仔看，激出戏剧的新能量，回馈满山屏。记者卢尚如、郑俊佑台北报道。